我係莊河豐，新界西北直選嘅立法會議員。咁我哋嘅主菜咧就一定係做交通建設㗎啦。咁其實作為一個有呢個工程啦、IT 嘅同埋初創家嘅背景啦，我入到嚟議會咧，我就希望可以透過我自己親身嘅一啲經歷咧，推動政策，幫呢個新界西北嘅居民可以有更方便出到去市區嘅交通基建啦。園區有更加多嘅就業機會啊，同埋咧佢哋創業嘅時候咧，可以推動我哋香港咧創造更加唔同呢個範疇啦，一啲唔同行業嘅發展機會出嚟啊。其實咧，我就雖然對我唔了解，但係大家對田北辰議員就好了解。其實我咧就同佢一齊合作咗7年，我由地區工作開始，去到由立法會幫佢跟進一啲唔同嘅委員會啊。我跟進就係主要係發展啦、交通啦、民政啦同埋房屋嘅。咁我知道咧，你一路都好關注咧係新界西北交通運輸同埋鐵路方面嘅工作喎。咁你認為佢哋咧最需要解決嘅痛點係啲乜嘢咧？喺議會當中咧，你會點樣推動相關嘅工作？一定要做翻我哋第一關注嘅交通基建，尤其係洪水橋去到小欖跟住欣澳嗰條鐵路啦，同埋屯門沿岸嗰一條嘅鐵路，係令到新界西北居民翻工放工嘅問題可以舒緩到屯馬線擠塞嘅情況。佢仲可以做到一樣嘢咧，就係連接到去前海兩地交流啦。作為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，尤其係我哋年青嘅一代咧，未來香港有好多唔同嘅發展，例如北部都會區，我一定會喺政策方面咧推動佢盡快落實。咁我哋新界西北嘅居民，無論係北上北部都會區，定係南下去到維港都會區，都有更加美好嘅發展。我係福建人，我中意喺屋企煮嘢食啦。煮嘢食咧就好似做政策咁樣，你要諗下你個受眾係邊個，佢係中意嘅口味係點咧？要去街市睇下啲魚有冇貴到啦，啲肉有冇貴到啦，啲商店係咪童叟無欺啦，有冇用到我哋嘅新科技啊？呢啲咧喺條街度感受嘅，絕對咧係可以令到我咧寫入去好多議會入邊唔同嘅議案。元朗南咧就係北部都會區嘅一個範圍。而家未來有個新型嘅微電子中心啦，政府要大膽啲，要基建先行。喺居民咧未搬入去之前咧，道路又好，鐵路又好，所有嘅巴士線都好，都一定要準備就緒，令到我哋可以應付到咧即時搬入嚟嘅一啲新增嘅居民。咁呢樣嘢交通基建再出發。